特朗普臨時又再加價。咁早在喺3月8號呢，咁其實烏克蘭已經派咗佢哋個別嘅成員就前往沙地阿拉伯噶啦。而澤連斯基就會喺今日即係3月10號星期一就起程就同呢個沙地阿拉伯嘅王儲會面，即係先打個招呼啊，東道主啊嘛。咁聽日呢，即係3月11號星期二呢，先至同美國嘅代表進行會談嘅啫。而今次美國派出嘅代表當然就有呢個國務卿盧比奧啦，仲有美國嘅中東特使呢個呢就叫做維特科夫，另外仲有美國嘅國家安全顧問呢個 Mike Waltz 嘅。只不過會談都未正式開始，而家美國嘅傳媒就已經爆料話，即使澤連斯基真係簽咗呢個礦產協議啦，咁但係特朗普都唔打算去俾翻啲軍事援助同埋啲軍事情報俾烏克蘭喎。咁家陣臨埋台就加價嘅，咁到底呢個新價單又包括乜嘢呢？人哋俾唔俾得起嘅呢？咁第一個要價相當之昂貴，就話直頭要烏克蘭去承認失去嘅領土喎，要出讓啲土地俾俄羅斯喎。乜呢啲唔係俄羅斯談判做嘅嘢嚟嘅咩？喂，而家特朗普幫俄羅斯做埋喎，果然就真係唔好聽佢講乜，真係要睇佢做乜。咁一直以嚟所謂談判已經就晒俄羅斯噶啦，已經搏命狂揼烏克蘭噶啦。而家作為一個中間人，竟然出面到話要割讓土地，喂，當年張伯倫都冇咁離譜啦，係咪？至於第二張單價呢，就更加之離譜嘅，就唔係話想唔想做嘅問題，係能唔能夠做嘅問題。就話要見到澤連斯基係採取積極嘅配合去舉行大選，甚至乎講到明呢，要睇到澤連斯基將會下台，有其他人取而代之。咁不如講到明話，嚟緊嘅總統不如話普京派過嚟仲好啦，選乜鬼啫？咁其實喺戰爭時期，成個國家度仲係戒嚴當中嘅，又有20-30%嘅地方，而家根本上仲係俄羅斯控制嘅，又真係想問下特朗普啦，喺戒嚴期間又點樣舉行大選呢？咁係咪學似美國2020年嗰次大選呢？全部用呢個郵遞票呢？咁個結果你又接唔接受呢？正如昨日我哋節目所講啦，家陣俄羅斯對烏克蘭嘅攻擊一日都冇停過，對平民就搏命轟炸嘅，對喺庫爾斯克地區嗰1萬名嘅士兵呢就進行圍剿嘅。而家特朗普無恥嘅地方就係任得俄羅斯去進攻，但係另一方面就綁住烏克蘭雙手，呢樣又話唔俾，嗰樣又話唔俾，根本上就唔係公平嘅戰爭嚟嘅。嗰把口就話唔想有殺戮，但係實際上呢，特朗普而家係協助殺戮噶噃，所以佢咪使旨意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啊！佢唯一可以攞到嘅呢，就係同普京一樣，就成為一個戰爭嘅罪犯。咁我哋就唔係侵犯 KOL，喺而家嘅局勢呢，我哋就無從猜測得到，到底今次烏克蘭同美國嘅會談，簽唔簽得成呢啲嘅協議呢？其實呢個就並唔係重點嚟嘅。齊阿哥認為而家嘅重點係用時間換取空間嘅啫。意思即係話明修棧道就暗度陳倉，即係話會就要繼續開，傾唔傾得成，簽唔簽得成呢？冇人敢包嘅。但係爭取時間又做乜呢？就係同其他服務供應商去達成協議，盡早就揾到其他，譬如話衛星通訊又或者衛星圖像去取代而家美國嘅供應商，即係包括 Starlink 啦，又或者我哋琴日所提到嗰間叫做 Massa Technologies 啦，專係提供衛星通訊圖片嘅，即係啲軍事情報啦。換句話講，嚟緊喺沙特阿拉伯嘅會談呢，就唔會咁快有成果嘅，因為特朗普唔在場啦。咁最大粒嗰個，咁都係 Rubio 啫嘛。咁大家都知道 Rubio 同埋馬斯克，早2日就嘈交嚟噶嘛。大家喺今日封面見到個特朗普，當時俾記者就問及，馬斯克同埋盧比奧係咪嘈交啊？兩個搞唔搞得掂啊？可唔可以做嘢啊？咁，當時特朗普梗係唔認啦，係嘛？啱啱先2個月埋班，咁快嘈交反面，分分鐘有人辭職，咁點算啊？佢梗係話冇咁嘅事啦，仲鬧個記者話佢製造麻煩添。喂，Rubio 話晒都係一個參議員，
做嘢有板有眼嘅。見到而家特朗普身邊呢班人簡直係黐線嘅，點樣一齊共事啊又？所以幾個禮拜之前，齊阿哥就已經預測特朗普個班子好快有人辭職噶啦。我當時仲猜測話第一個辭職嗰個好大機會係 Rubio。任何有骨氣有才能嘅人，邊處接受得到有一個冇梯圖嘅人日日喺度干預我做緊嘅嘢？你叫我做國務卿但係佢又做埋我嗰份噶噃，一日到黑喺 Twitter 裏邊寫咁多嘢去破壞國際關係噶。昨日馬斯克又發帖，佢話而家要制裁烏克蘭10大嘅富豪，佢就稱呢10個富豪咧就做寡頭，英文叫 oligarchs。就話尤其是當中有個富豪就收埋一套豪宅，就喺法國旁邊一個國家仔叫做 Monaco。咁老實講，俄羅斯發動呢場戰爭，即使俄羅斯人本身都大把人逃亡啦。齊阿哥早2年先同大家講，都唔知幾多人去咗格魯吉亞，幾多人去咗亞美尼亞，又有唔少俄羅斯嘅富人去晒土耳其。點解啊？因為嗰度容易攞證件啊嘛。若果你話呢10個所謂寡頭係違法嘅，咁你制裁佢又冇得講啊。若果冇任何理據嘅，純粹因為佢有錢，去國家打仗，佢唔喺佢自己國家度，或者佢逃避呢場戰爭啊，咁樣你就話要制裁佢，要凍結佢啲資產。咁敢問嘅法律理據係咩先？係咪因為有錢就有罪先？若果係咁嘅話，點解你唔制裁埋俄羅斯逃跑嗰班人啊？俄羅斯都有好多寡頭嘅，你唔去制裁佢？咁你馬斯克自己係咪寡頭先？你都係一個寡頭嚟嘅。咁昨日馬斯克亦都發帖話，而家烏克蘭打呢場仗，成敗嘅關鍵喺佢度，因為佢揸住個 Starlink。咁但係佢嘅留言，隨即就俾波蘭嘅外長就鏟佢一嘢。佢就話：喂，你個 Starlink 係我哋波蘭俾錢，俾咗5000萬美金你嘅。你理論上係要好好地提供服務嘅。若果你 Starlink 係唔能夠穩定地提供服務嘅咧，就唔該早響。所以點解齊阿哥經常都話，我哋嘅台唔係勝利球迷，我哋唔係猜測個結果，我哋同大家趨吉避凶嘅啫。其實自從特朗普同埋馬斯克有意無意之間提及佢話會斬斷條 Starlink 咧，咁其實歐洲仲有一間類似好似 Starlink 但係冇咁大 size 嘅公司。嗰間公司咧就叫 Eutelsat。呢個公司名嘅串法咧就係 EUTELSAT 嘅。咁其實大家可以想象 EU 就好易記啦。咁 TEL 通常就係 Telecom 個簡稱啦。咁仲有 SAT 咧就 Satellite 嘅簡稱啦。個公司名咧全稱就叫 Eutelsat Communications SA，法國公司嚟嘅。咁其實亦都係上市公司個編號就係 UTL.PA。咁 Eutelsat 個股價喺2月28日仲係做緊過2人錢 Euro 嘅時候，因為俾馬斯克、特朗普係咁唱，話會斬斷個 Starlink， 於是乎突然間就急升，最高就去到7個半銀錢嘅。話回落翻，對上一個收市價都做緊5個8毫4嘅，即係以 Euro 嚟計啦。咁到底 Eurosat 能唔能夠代替到 Starlink 咧？咁技術層面上當然就冇咁大啦。因為 Starlink 總共有7000隻衛星啊嘛，所以佢能夠喺全球覆蓋更加多嘅用戶，同埋提供更加高嘅速度啊嘛。咁但係歐洲通訊呢間 Eurosat 嚟講咧，即使佢講緊嘅低軌道衛星，只係得630隻到啫。咁但係佢仲有另外35隻係位於較高嘅地球靜止軌道上面運行嘅衛星。咁所以其實佢提供嘅服務咧，以歐洲嘅範圍嚟講，咁其實就差唔幾嘅啫。再具體啲嚟講，Starlink 提供嘅服務咧就話達到每秒鐘有200 Mbps，咁但係 Eutelsat 嚟講咧都能夠做到150 Mbps 嘅。點解齊阿哥講話用時間嚟換取空間咧？咁你話叫開會咪開咯，你話要談判咪談判咯，咁但係換取翻嚟嘅時間就嗱聲好換供應商啦。咁其實200 Mbps 同150 Mbps。分別就唔係好大嘅啫，用到就得噶啦。最緊要啲無人機用得到啊嘛。咁我哋資料提供啦。Eutelsat 本身有2個股東咧，就佔咗 24.8% 嘅。咁呢2個股東，一個就法國政府，另一個就英國政府。咁大家明未？
咁昨日除咗波蘭嘅外長馮馬斯克之外，咁波蘭嘅總理呢個曾經做過歐盟輪替主席嘅 Donald Tusk 咧，佢喺今個月嘅7號嘅國會演說上面就明言講，佢話嚟緊波蘭會考慮要取得核武先得，仲話正在同法國而家商討緊，點樣將法國嘅核武佢嘅保護傘覆蓋埋成個波蘭。另外嚟緊波蘭全國嘅成年男性都要接受軍事同埋戰爭嘅訓練，就希望能夠將而家嘅軍人嘅人數個規模咧就擴展到去到50萬人，並且將個國防開支佔 GDP 咧就提升到去5%嘅，甚至乎而家話支持退出所謂禁止集衝彈同埋地雷嘅國際條約添。唔單止話波蘭噶噃，甚至乎話立陶宛咁至算啦。係歐洲第一個國家而家話正式要退出禁止使用集衝彈嘅公約嘅國家嚟嘅。咁波蘭咧只不過步佢後塵嘅啫。唔係我哋馬後炮。我哋早幾個月前已經講，若果美國係縮沙嘅話咧，咁其實啲東歐國家咧就只能夠靠自己嘅啫。最乾手淨腳嘅方法咧就係增添核武，又或者研究核武。咁最現成嗰個咪同法國攞咯。因為聽聞英國嗰啲核彈咧，真係使用起上嚟某程度咧，仍然係受美國影響，又或者受美國控制嘅噃。所以最乾手淨腳、最快脆嗰個咧，當然就係法國啦。咁正當馬斯克一方面就狂丙烏克蘭，但係另一方面咧，就狂讚中國共產黨。咁日前根據 CNN 同埋根據紐約時報媒體嘅報道就講，就話馬斯克近日就出席咗摩根士丹利一個科技會議嘅線上講話，就分享自己當佢喺大陸乘坐高鐵嘅時候咧，就感覺覺得非常之正，就大讚特讚。就話當你去到美國，你就會覺得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即係 Amtrak 咧，同呢個中共嘅高鐵相比起嚟嘅時候，就話簡直係爛透，話十分之糟糕。咁馬斯克大概嘅講法就話，現時大陸嘅高鐵平均咧都講緊300時速噶啦。咁但係美國嘅火車譬如話講緊嗰隻 Acer 咧，最快都係240公里度嘅啫，時速嚟計啊。咁所以認為係相當之落後。咁但係喺會議當中，亦都有人反對馬斯克嘅睇法，就話美國嘅航空網絡十分之發達，咁當然就唔需要咁多鐵路做客運啦。美國嘅鐵路主要係做貨運噶嘛。除此之外，美國人就中意自由自在，有得俾佢揸車，佢梗係寧願自己揸車。雖然地方好大，需要嘅時間好多，但係啲人都唔介意。只不過馬斯克嘅言論俾人感覺就相當之奇怪啦。咁喺競選之前，特朗普成日都話中國係佢敵人嚟噶嘛，亦都誓言話若果俾佢重返白宮，就會針對住中國，仲話加關稅加到60%噶嘛。咁但係到而家嚟睇咧，特朗普或者馬斯克對中國嘅言論咧，其實都相當之溫和嘅，經常強調佢哋係老友嚟嘅。咁大家喺今日封面左下角就見到2年前馬斯克當時喺美國就同習近平見過面揸過扒啦。而之後馬斯克亦都多次係受到呢個總理李強嘅邀請咧去過大陸啦。而 Tesla 最大嘅廠亦都係喺上海嚟。德國間廠雖然話有喺度，但係就相當之麻煩嘅。嗰啲德國佬經常都請病假嘅，話佢請病假嘅比率咧高過晒成個行業嘅，激到馬斯克扎扎跳嘅。所以大概半年之前，我哋已經提醒過大家，特朗普把口就話同中國撐到行，但係身邊咧就有個中國通嗰度過癮喎。咁世事就無絕對嘅，究竟開邊塊冇人咁講，但係而家大家就清楚啦。其實早在馬斯克買咗 Twitter 嘅時候，好多人就已經質疑點解將間公司名改咗習近平個名叫做 X 嘅。咁佢當時嘅講法就話，佢用咗自己個仔個名係改名。咁其實齊阿哥就認為呢啲咧就叫做一箭雙雕。改個名叫 X，分分鐘咧就同習近平收片。我喺呢度幫你做宣傳攻勢，幫你控制住特朗普。而另一方面將個仔個名都改埋叫 X。愛嚟掩護啊嘛，
雖然話叫你抱出抱入又騎膊馬但係大家都知道，喂，馬斯克有14個細路喎，而家最新唔係13咯噃。咁係咪真係錫晒一個 X 咧？又好難講噶噃。若果齊阿哥即係講話，若果有1%嘅機會咁其實 Elon Musk 根本上係中國嗰條針，透過 Elon Musk 去控制住特朗普，去改變佢全球嘅策略咧。話呢一招係相當之高噶喎。